来，这个花莲的光复乡正在进行灾后复原的工作。花市新闻独家访问到一段感人的故事。就伫中秋节的前一天，大东村的佛祖家挖到一卡灾民心心念念的卡网，内底有未少的红包。遐红包是伊的查囝出社会过年过节包予爸爸的红包，爸爸唔敢要开，拢甲收起来做纪念。但是即个做大水，拢互烂土砍去，即摆成功找倒转来。灾民讲，这是伊这段日子上快乐的一天。又有什么啦？哪里啦？右边啊，右边。大家伫咧烂土边仔为一卡攀险，唔知影伫咧找啥，直到要爱的物件出现伫咧眼前，随笑眯眯。太棒了！好感人哦！找到一纸红包落下，大家欢喜甲噗噗跳，因为这是这一回爸爸思思念念，坚持一定爱为烂土内底吹出来宝贝。哇，没有把你眼前弄掉。花莲刚好受到崩山后一楼，民众引导带伫咧佛祖家去乐观卖饮过。基鼓含电了，当伫咧开学，毋过这一回爸爸敢若真5万怪手去学着伊的物件，原来是伫咧找宝贝查某囝出社会以来当年包予伊的红包。舍不得花，因为年纪大了，想说留着，本来是想说留着做个纪念。找红包大作战过程真无简单，怪手师傅真细腻，就惊基鼓的动作手段。学甲喙鼓鼓起，其他亲友含志工嘛总动员斗3工来吹，落尾红包总算吹着。毋过这钱叫浸甲淡去，就只好拍伫咧衫架，就含纸箱花窗仔门边，下当拍着的所在拢放满纸票，甚至规台铁马为龙头1点啊到莲仔拢拍甲满满是。因为从这个家被掩埋以后啊，我几乎是天天以泪洗面，很辛苦，因为这个是我一生积蓄，就这样子全没了。昨天是最快乐的一天。对这口10个人来讲，红包的价值，那是金钱，是对亲人的爱。虽然工园受灾毁损，不过这一位爸爸找到珍贵红包，真甘心，嘛欢喜甲心花开。Hello， 我是蒋欣梅。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